小呢，他们都直接透过他们的这个网站在做相关的一个行销。那我们现在也尽力在整个所有的这个26乡镇的这个农特产品，希望尽快能够成立我们的这个网络行销的一个部分，来帮助我们的农民。那另外呢，过去我们通常都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农产的中心在做这个检验的动作。可是通常农民来到这边，如果一旦检验有问题，他可能就全部销毁。我们现在也在这个规划，未来我们的检验会到田间去做检验。那只要你不符合标准的，你就是不能够收购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确保我们这个民众的这个安全那也让我们食安能够在第一个阶段就受到这个保障。彰化是一个农特产非常多的这个品项非常多的地方那这出产的东西都非常的棒。那像我们所出产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红龙果的部分它的纤维质是非常的高的，对于一些便秘的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圣品。那我们的这个芭乐呢，维他命 C 也很高对于一些爱美的、想要减肥的人也都非常的适合。那我们的这个杏鲍菇，它品质是非常的好，那它都是用逆渗透的水，那对于空气的过滤都非常好，那很适合我们。用炸的，或者我们来吃那个火锅的料都是非常的棒。那像文蛤很好，你的家里面的那个汤头用点文蛤的话，那个汤头是更鲜更好吃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肉片，我们的健康猪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肉品市场的这个屠宰的过程中，我们都有先行检验所以这个彰化出来的农产品是品质保证。欢迎大家透过这一个月多来我们的这个全联来采购南投跟彰化这个好吃的农特产品。